请问小姑娘，真情是啥物？咸甜酸苦涩五种的气味。搁问一声小姑娘，谈情是啥物？双方相放电。愈稀滴着水，请问小姑娘，拍起啦步数要安怎点？一爱钱，二姻缘，三水阁是少年，五嘴六甲贵，七皮八面烂，九强十甲死。你要用什么步，拢随在你。问一声小姑娘，你敢有迄落好对象？若是问我无路用，找阮时代去参详。请问小姑娘，真情是啥物？咸甜酸苦涩五种的气味。搁问一声小姑娘，谈情是啥物？双方相放电。愈稀滴着水，请问小姑娘，拍起啦步数要安怎点？一爱钱，二姻缘，三岁阁是少年，五嘴六甲贵，七皮八面烂，九强十甲死。你要用什么步，拢随在你。问一声小姑娘，你敢有迄落好对象？若是问我无路用，找阮时代去参详。请问小姑娘，拍起啦步数要安怎点？一爱钱，二姻缘，三岁阁是少年，五嘴六甲贵，七皮八面烂，九强十甲死。你要用什么步，拢随在你。问一声小姑娘，你敢有迄落好对象？若是问我无路用，找阮时代去参详。